Hello，晚上好，進一裝修，我係周生，而家同大家嚟到呢一度咧，就係環頭磡村一個430尺左右間3間房嘅裝修設計單位。咁呢一個單位咧，亦都係啱啱已經做好晒深層清潔。OK， 咁啊間3間房啦，用沙磚牆嚟到間房嘅。首先呢度會間咗2間小朋友房，然之後喺呢個位置咧就會間咗一間主人房。OK， 好，第一間房。第一間房咧，咁就小朋友房啦，裏邊嘅家私咧，咁啊客人自己自備嘅，係啦。然之後第二間房亦都係小朋友房，咁家私亦都係客人自己自備。OK， 我哋就負責幫佢間2間房。然之後第3間房就係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咧，我哋就幫客人做咗一組2尺半嘅到頂衣櫃。咁喺衣櫃嘅旁邊咧，就有一張少少嘅梳妝台，然之後有張箍筍凳啦。跟住旁邊就係一張4尺半嘅油壓床啦。咁啊，4尺半油壓床裏邊就有好多空間啦。咁床嘅旁邊啦，就會係做咗一個到頂嘅儲物櫃。咁而呢度會做翻個 C 字位，一個中空位，咁樣就可以去放一放啲電話啊、手錶啊之類咁樣啦。好啦，跟住然之後出翻嚟廳嘅位置啦。廳嘅位置，我而家企緊呢一個位，就係啱啱嗰個主人房嘅對出 ，OK， 梳化位對住就會係一組10尺闊嘅到頂電視機櫃，中間就放電視機啦，係啦。咁啊，有好多嘅儲物空間啊！呢一個櫃，全部都係可以放嘢，全部活動層板，做翻晒一啲圓弧啦，係啦，喺啲出入口位置。好啦，跟住喺呢一個位置啦，做咗一組 C 字櫃嘅。到頂 C 字櫃，亦都係可以儲物，有個台面放嘢。OK， 呢度嘅窗邊，咁啊客人咧就喺呢度做咗一組5尺嘅油壓床，油壓床就揭起床板，咁裏邊亦都係有好大嘅收納空間嘅。OK， 咁啊做張油壓床喺度，可以以備不時之需啦，放張墊喐喺上面都可以瞓到覺咯。OK。跟住然之後洗手間嘅位置啦，咁洗手間嘅位置咧就做咗一組上下鏡櫃嘅，咁啊台上盤啦，係啦，呢個單位做咗台上盤嘅，跟住然之後就馬桶啦、假天花啦咁樣啦。好，跟住然之後咧就入到嚟廚房，咁廚房入到嚟咧喺左手邊就會係見到一個騎樓位置。咁騎樓位置就可以放翻一個櫃啊，放下雜物啊咁樣啦。然之後喺呢度咧就係一組曲尺嘅 L 型櫥櫃，對住呢一個位置，首先就會係煮食爐啦，跟住然之後就抽油煙機嘅位置，呢度就係放微波爐咁樣啦。然之後喺另一邊廂就係曲尺櫃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星盤，旁邊呢度就係台下大眼雞、洗衣機。咁啊呢個櫃底有盞燈嘅。跟住然之後咧，呢度就係放雪櫃嘅，咁啊上邊都有塊層板放下嘢，咁亦都上邊呢度都係會做埋櫃嘅，咁就增加呢一個收納嘅空間。OK， 然之後咧呢一個單位咧仲可以有個鞋櫃添嘅，咁佢喺邊度咧？個鞋櫃咧就係喺個大門嘅出邊啊，鐵閘之內嘅位置，咁就呢度有一個到頂嘅鞋櫃連儲物櫃咁樣啦。咁就做翻有櫃桶啦，然之後下邊放鞋咁樣啦。OK， 咁啊呢個單位油漆鏟底批灰係啦，咁啊地台啦就係鋪呢一個200乘米2嘅長條木紋磚。OK， 今晚同大家介紹係咁多，多謝大家嘅收聽收睇。咁嚟緊會繼續有唔同嘅裝修單位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少少嘅裝修單位設計。無中復不爛尾，拜拜。